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树。今天是2025年9月10号。这一期咱们聊一聊编制。话说该来的迟早还是要来。碰巧今天是教师节，这2天关于教师岗位、教师编制的报道越来越多。澎湃新闻前天有个报道叫一地改革，编制数由815名减至680名。这个南方周末昨天有一个长篇报道叫新生数量锐减，小学教师过剩之后，小学教师过剩，编制内转岗临聘清退这些都上了热搜。说来说去就是教师的铁饭碗被砸，教师的编制幻觉破灭。所谓的铁饭碗，所谓的编制，从教师这儿开始，教师这儿是个突破口，所以编制的幻觉破灭。教师节这一天教师们等到的不是什么好消息，而是更多的焦虑，手中的铁饭碗再也不铁了。媒体报道的主要说的是湖南。湖南最近有几个区域动作频频。首先是湖南的郴州全市开发区管理机构有15个，精简到11个，精简27%。全市开发区管委会内设机构80个，精简到41个，精简48%。编制数由815名精简到680名，精简了16.6%。减少处级领导直属3名，科级领导直属45名。这是澎湃新闻报道也就是说16%的编制没了，铁饭碗也没了，这个动作还是不小的。更有南方周末报道说2025年暑期，在衡阳市下辖的5区5县及5个代管县级市中，衡山、衡阳、衡东、祁东4县和耒阳、长宁2市推出了教师转岗到其他事业单位的通知。甚至湖南永州宁远县还发文提出，因县小学教师整体超编且数量较大，自2025年下学期开始，保安、保洁、食堂工友、宿管等原由临聘人员承担的工作由超编教师承担。什么意思本来这个保安门口的保安、保洁这些都是学校聘请，就是临时聘请的人员来承担的这些工作，现在把这临聘的人都裁掉，就解除然后这些工作由谁来做呢？保安、保洁呢由超编的老师来做。你本来是教语文的或者教体育的，那现在不好意思，你去转岗做保安看大门，对吧？你是教美术的，你现在去当清洁工、保洁。那这些超编教师的下一步实际上就是解聘，这个是没有编制的，是超编的教师。那有编制的老师呢？在编教师现在只能保证他的编制，但是不能保证他的工作岗位，也就是他面临着转岗。这个一叶知秋管中窥豹，从湖南衡阳采取的这措施咱们就知道这个只是一个开始，很快就要席卷全国。关于编制的幻觉一夜之间就要破灭。南方周末报道2025年暑期，衡阳市下辖的5个区、5个县、2个代管县全部推出教师转岗到其他事业单位的通知。这个就是代编你有编制，也不能让你下岗，也不能把你裁掉，但是得转岗。在衡阳市的岗位计划表中的有信访局、发改局、文体局什么湿地公园就是文旅，什么公路建设养护中心、机关事务和接待中心，具体岗位信息不明，老师们忐忑不安，担心待遇，担心工作的可持续性，编制似乎也不能给他们安定感。最猛的还要数湖南永州宁远县，直接发文提出，因县小学教师整体超编且数量较大，自2025年下学期开始，保安、保洁、食堂工友、宿管等原由临聘人员承担的工作转由超编教师承担。你以为你读了大学，考了个编制，你以为你上岸了，但是呢，人民教师没想到的结局是保洁和保安。如果当保安的话，那就没必要上大学高中毕业就可以直接当保安，反正当保安是归宿嘛。根据北京大学副研究员田志磊的研究说从2023年到2027年，河北、河南、安徽、湖北、湖南、江西这6个省份的小学在校生预计将减少15%，也就是明年后年小学生就要减少15%，那老师不就富裕了吗？小学的各市县没有办法，复杂的局面之下既然要保编制，拥有者的饭碗只能是转岗，这已经是最温和的措施，付出的代价就是一批临聘人员被解聘，他们的岗位要让给有编制的人士，即使是一个宿管岗位也是如此。事情为什么就会发展到这一步呢？直接原因就是学生在拒绝，不需要这么多老师。南方周末报道2022
2024年同期相比，2025年衡山县年满6周岁的适龄儿童从3000人降低到了2500人，减少了1/6，就是一年啊，减少1/6。如果你要跟10年前比，那是减少了一半。小学入学人数跳水，直接导致县区最好的4所公办小学之一的城西皖小缩减了至少2个班。202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，2024年全国幼儿园数量同比减少2万多所，在园儿童数量减少500多万人，也就是2024年啊，平均一天有60家幼儿园关门。全国啊，每家幼儿园有多少老师，有多少保洁，多少做饭的阿姨，对吧？一天60家关门。中国出生人口从2017年就开始下降，连锁反应正在路上。2021年幼儿园人数首次负增长，幼儿园关停潮到来。2024年第一波少子化浪潮，小学关停潮出现端倪，也就是啊，它这个从2021年开始嘛，就是口罩期间呢，少子化传导到幼儿园，对吧？再传导到小学需要3年时间，从小学传导到初中要个5年时间，6年。多米诺骨牌效应啊，关键这一切一旦开始，你后面可以预测啊。刚才说了，那个6年以后就是初中，3年以后是高中，再过3年那就是大学，依次啊迎来拐点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。所以说该来的都会来，只是时间问题。全体老师啊，无论你是幼儿园的教小孩唱那个什么花园里挖呀挖的，还是你在大学当老师，都会受到这个冲击啊。你没有受到冲击，那是因为还没到你这儿，这个冲击波啊已经产生了。我记得这恒大一爆雷以后啊，我做节目还有直播的时候，我不止一次说，不要再去读师范了，不要再想着去当老师，未来冲击最这个猛烈的就是教师这个行业。对于已经上了师范的怎么办呢？改行，早做打算。对于那些已经在教师行业，对吧，都40多了，就干了10几年的，那也没办法，只好忍下去混吧，混到退休。但愿啊，40多岁再去改行，一个是难度啊比较大，第二必要性，也就是现在说不定你还能混个几年，到时候再看。所以难受的是什么呢？难受的就是那些刚走上教师岗位2、3年的，有的是4、5年的，放弃这个编制吧，不忍心，不甘心，好不容易考了个编制，好有很多啊，当老师的前面要经过99、81难的，对吧？你考上，你去了一个公办学校去当老师，不是去就有编制，也得排队完了考核，对吧？3年或者几年，你达到标准、达到要求了，才磨得一个编制，很不容易啊。结果你要这么轻松的就放弃，所以说啊，就是这些人备受煎熬，不走吧，可见的未来啊，可预见的未来没好日子过；走吧，又舍不得。所以对那些啊还没有考编的老师，简单。对吧？趁着年轻啊，赶紧改行。对那些已经在里面混了10几年了，对吧？再混个几年就退休的，那就接着混，对吧？如果你能接受当保安，那你不如趁年轻一点，对不对？一步到位，直接去网红超市。网红超市呢，保安、保洁竞争十分激烈，但是月薪，对吧？人家都上万的。前不久咱们也聊了很多啊，关于老师，小学老师。现在很多农村地区就是欠发达地区啊，尤其是县城啊，这种小学老师富裕了，因为他这个冲击波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，所以说小学老师富裕了，但是有的地方初中、高中老师还缺，这个大家能理解吧？实际上这就是时间差，所以有的地方没办法啊，就逼这些小学老师，你符合条件的，比如说你有教师证，你有这个编制，完了你又是本科毕业或者师范毕业，他就逼你去转岗成教初中或者高中，不去也不行，对吧？甚至还发生了有些地方是吧，骗老师去考试，这个咱们的报道说明没办法。那老师为什么不愿意呢？就是因为小学啊，相对来说教学任务要轻松一点，压力没那么大。初中、高中，初中面临中考，高中面临高考，要带毕业班，那个压力是非常大的，钱也没多多少，事儿还多。所以说这些小学老师就不愿意去教初中和高中。那有人就说了啊，那你转岗不挺好的吗？转到这个政府部门，实际上啊，这里面有好多不确定性。第一个，老师是叫什么技术岗啊？老师同样，比如你工作3年，跟你在这个什么机关单位工作3年，那个基本工资就已经不一样了，略高一些了。老师啊，你转到机关单位，那叫管理岗。管理岗不是说让你当领导，对吧？那个在窗口收材料的也叫管理岗，对吧？接待信访的，在那儿写笔录的，那也叫管理岗。管理岗意味着这个责任多、事儿多，工资低，比那个技术岗要差。
老师是技术，所以第一个啊就是待遇啊，第二个呢转岗到机关单位啊，全部是那种神神秘秘，就是不会告诉你具体是干什么事去的，就大家都能想象啊，机关单位里面一个萝卜一个坑，如果人家真的能挪出位置出来啊，挪个岗位出来，那他肯定是内部好位置，内部自己就协调掉了，这是被对吧地方政府逼的啊，就是你为了解决老师转岗，你们这个单位必须要给我轮4个岗位出来，那他这个四个岗位肯定是不是什么好的岗位啊，好的岗位他内部自己就要消化，所以老师为什么转岗他不太愿意呢？忐忑不安。南方周末报道啊，所有这个转岗的老师都是学校校方和教育部门拼命的做思想工作，连哄带骗带压，有一些在学校里面这个职称啊还没有评上的，如果有的评上职称的他就不愿意去了，那人家是中级或者高级什么什么对吧，教师啊待遇不一样了，没评上职称的，但是他有编制的这种人，学校在摆事实讲道理对吧，再讲人口这新生儿断崖式下跌，以后现在咱们4个班，以后只有1个班了，斗鱼老师去哪儿？早转早受益，为什么呢？现在转还能到县里的这些政府部门，好歹还能匀出岗位出来，咱们早去啊，这叫先人一步，笨鸟先飞。等到明年后年，县里面的这些机关单位都招满了，拿不出岗位了，那个时候再转，你只能转到乡镇去，你愿意吗？所以这些老师没有办法，对吧？在这种强大的攻势之下，在这个现实之下，对吧？一旦他想明白了，只好接受啊转岗，不转也得转，因为越往后越被动，早转早受益。但是转岗就上岸了吗？想得太简单了。同样是湖南啊，刚才说了，你转到政府部门，难道就一劳永逸了吗？就保住了吗？事实上不是啊，那都是过渡暂时的。因为啊，政府部门也在精简，所以说湖南郴州全市开发区管理机构由15个精简到11个，至少砍掉了4个。全市开发区管委会内设机构由80个精简到41个，砍掉了50%。编制由815精简到680，砍掉了17%，在缩编。为什么郴州要缩编呢？对吧？你刚把老师转过去，然后这些机关单位又面临着缩编，保不齐这些老师就在缩编的人之内。这些缩编啊，都是被逼出来的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打开郴州的账本啊，你就知道他不得不缩编。刚才说老师啊转岗，那是因为新生儿下降被逼的。现在政府部门缩编呢，那就是收入下降被逼的。根据这个郴州市啊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可以看到啊，首先是人口负增长，年末全市常住人口458万人，比上年减少2.3万人，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0.2%，反正在2%以内，你就可以理解成通缩。就是这个湖南郴州这个情况啊，跟那个前几天咱们说的浙江绍兴一样，通缩，消费不旺。2024年郴州的房地产那更是一言难尽，因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头啊，很多都是来自房地产卖地。2024年郴州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129亿元，比上年下降17%，其中住宅投资108亿元，下降18%，商品房销售面积313万平方米，下降15%，商品房销售额150亿元，下降14%。也就是无论它是销售面积、销售额还是住房投资，都是2位数下降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，对吧？就是王熙凤来了也没办法。2024年郴州市共成交19宗社宅地块，就是卖了19块地啊，成交总面积106万平米，成交总金额31.8亿元。这19块地啊，都是底价成交，就没有一点溢价，就能感觉到这个很有可能是刷单了，大家理解吗？这19块地里面有13块地被城投拿走了，城投呢就那么看好郴州的房地产，这个占比达70%，有5块啊被民营企业拿走，那这5块很有可能呢是真的开发，这个占25%。央企拿走1块，这个央企拿走呢很有可能也是要开发，城投拿走呢13块，非常可疑，对吧？城投把那地拿走，把钱就给政府了吗？政府地就卖出去了吗？然后城投再把那地押给银行，对吧？从银行也能把钱套出来。你看这是不是一个资金闭环？2024年郴州卖地31.8亿是什么个概念呢？3年前，也就是2021年，郴州卖地收入是84亿元，这中间一下就少了50亿啊！你们家庭收入如果少一半的话，这日子还能过得下去吗？就这个道理啊，开支什么的都不能少，小孩学费、医疗、吃饭、按揭贷款、加油，
这些费用很难减，结果你收入少一半，这日子一下就难过起来了。那这个郴州的出口呢？全年货物出口223亿元，下降19%。郴州全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94亿元，比上年增长2.8%，其中税收收入130亿元，下降0.5%，非税收入63亿元，增长10.4%。你看跟2023年相比，它这个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还涨了2.8%，它涨在哪儿呢？涨在非税收入，涨了10%。非税收入大家都知道吧？有罚款，有行政事业收费、罚没收入，还有很多就是政府的这个资产拿出去卖、变卖或者是出租，这些收入都是一次性的，不可持续。我举个例子吧，有的地方把那个路边的停车打个包卖给一家机构私募，这个经营权一卖就是90年了。好，人家私募机构这90年要付给这个政府，比如说8个亿，一次打包就卖掉了，90年了，你不能明年你还卖吗？卖不了了，这90年都被你卖掉了，税都收到99年以后了，就这个意思可持续的收入主要是税，但是这个郴州的这个税收又是在降的。同时，工业用电量95亿千瓦时，下降1.2%。但是郴州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80亿元，增长3.4%。什么意思就是它的开支增长速度比它的收入增长速度要快，进的气少，出的气多，就这么个情况，能好得了吗？整个郴州财政收入是193亿，支出是580亿，这中间还有388亿大窟窿，怎么补？一个是卖地，一个是转移支付，就是上级政府支援。卖地卖不动了，这个咱都已经知道了，断崖式下跌。转移支付呢，那就看它跟省级政府，对吧？省级政府再跟中央能转来多少钱？所以这个窟窿是不是越来越大？所以郴州全市开发区编制精简17%，原因就找到了，养不了那么多人了。这个只是冰山一角中西部地区、欠发达地区，像郴州这样的多了去了，都面临着精简。所以说，对老师来说你看你好不容易从教师岗位转岗转到政府，政府那边也在缩编，也就是说日子没有好起来。一样的去了还是压抑，也是胆战心惊。不光是郴州湖南还有一个地方叫古战县，那就更厉害了。说全县机构限额由改革前33个调整到23个，就直接给你干掉10个，1/3。核减科技领导直属55名，科长这个岗位也干掉55个。产业园区编制科技领导直属分别精简69%、83%，绝大部分都要砍掉。县级议事协调机构由271个减至21个，精简率达到92%，减轻了财政支出负担，实现机构瘦身轻装上阵。郴州和这个古战距离是661公里，但是他们在缩编上面却出奇的一致，也反映了这个地方政府缺钱。有人就说了，那是不是长三角、珠三角就要好一点呢？也未必这个网上有新闻呢，浙江丽水云和县跟这个湖南郴州是一样。这个丽水市云和县是一个袖珍小县一共只有12万常住人口，现在也迎来了机构改革，精简8个党政机构，就是有8个党政机构就砍掉了，没了。事业单位精简25%，就编制事业单位编制直接缩编1/4，这是浙江，对吧？上一次咱们说的浙江绍兴，这回浙江丽水云和县也在精简。我想他们问题是一样的，就是缺钱。如果钱富裕，谁愿意减呢？确实是过不下去了，没办法，只好拿起这个屠刀一刀砍下去。不管是湖南还是浙江，这个编制的铁饭碗已经被人戳了一个洞。这个洞什么时候扩大？我想要不了多长时间。所以还有很多执迷不悟的，还在那考编的，也可以再想一想，如其浪费那个时间几年跑去考，考完了之后又要去上。如果你考了一个什么落后地区偏远地区、欠发达地区，你还得在那儿先干个3年、5年的，才有机会调到一个什么市里面，环境好一点的。也就是说你前面要奉献好几年，加上你考的这几年，这个青春值不值，对吧？有的人在那边干了5年，正好赶上精简缩编，对吧？把你减掉了。即便不减吧，但是你在里面待着觉得没意思，自己主动辞。不管怎么说，反正前面这么多年浪费了，对吧？这是人生最好的光阴这么说是有道理的因为你想，你到了35岁，你去哪儿找工作都不好找了。所以说现在还在执迷不悟考编的、考公的，应该考虑一下。当然了，如果你考的那个编制那个部门不一样，因为这个不能一概而论这个现在咱们已经肉眼可见，上大学这个热度已经在变冷，考研的热度也在变冷。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发现，考了研究生啥也不解决，就多上3年书，多花3年的钱，毕业了还是找不到工作。考了研究生不代表上岸，对吧？考了研究生被迫还要去考博士，考了博士出来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作，或者至少不一定能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。
自己不太满意，但那个时候年纪已经过去了，等你博士毕业已经35，开始被别人挑剔。所以你看啊，现在考研的这个热度马上就要下去了，就涉及到一个值不值的问题。现在唯一还比较热的就是考公考编，但是我想啊，要不了2年，考公考编也就不会那么热了。随着全国各地啊这老师啊转岗转行解聘，随着各个地方政府打破铁饭碗，压缩编制，精简机构，考公考编这个热潮恐怕就要退潮了。人们啊越来越佛系，因为大家会算账啊，不要以为考公容易啊，考公第一个耽误时间，第二个你不得报什么辅导班吗？好几万花了也不一定能考得上。管中窥豹啊，可见一斑。所以说啊，这个编制的幻觉正在一点一点的破灭。在当前这个经济环境下啊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学会适应，不要幻想着你那个是特例，含义啊要吹遍每一个角落。这是任正非说的啊，你千万不要以为含义吹不到你那儿，虽迟但到。如果你现在啊还相对比较稳定，不管你是干什么的啊，那你就好好享受这2年，因为这个不会持久，你的稳定啊只是个假象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